哦，哀家还要去看看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这太皇太后又使什么幺蛾子？我脱了啊！哎，不说话我可脱了啊！哎，你们啊，皇祖母，鹏鹏，他们都伺候你把衣服换好了吗？那你裹着个破袍子干嘛呢？快脱了。你确定要看？嗯。哀家终于明白了，当年成祖是如何被哀家倾倒的。哎，皇祖母，您确定这衣服是您亲手设计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皇祖母怎么会让你来当模特呢？鹏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对这个服装设计呀特别感兴趣。我还让人家从西洋给我请来了个裁缝，裁缝叫什么来着？叫维多利。维多利。哎，皇祖母，我想起来了，您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 Victoria？ 对，就是这名字。哎，怎么说来着？ Victoria。哦，维